来看这个冷气团最近是小连续来报道，这个玉山塔加园区的红炸雀，这个叶啊开始咧繁殖咯，有红色的，有柑仔色的，真水。 即马来到塔加石山地区，往阿里山迄边看过去，就当看到规片青色的森林内底出现一片一片红色色水，这拢是红炸雀自然景致。虽然今年规模无过去多，不过同款是塔加地区冬天真水的天然美景。这个季节可以说是这个玉山这整个山林，然后它披上了一个大地的彩衣。最近经费冷气团小说报道，和 红炸雀拢开始伫咧转色，伫咧塔加园区的省道第21线和第18线沿路轮当快跳。也欢迎大家能够有机会体验这个无障碍步道，还有就是进行低碳旅游。有关处嘛提醒，民众若要赛车去咧山顶看水景，一定要甲车停伫咧道路较快、安全的所在，避免影响交通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